台积电高雄2奈米的新厂将机组入场，这是台积电伫咧高雄的头一座晶圆厂。高雄市长陈其迈就表示，在全球半导体需求正大，台积电提早半年来装机组。这高雄厂若是量产了后，就当甲新竹的宝山厂来串联，苹果可能就是头一批客户。日落早起，台积电的高雄厂外口正架条挂正机典礼指示路线的看板，因为台积电甲典礼定义做内部的活动，无要对外公开。不过，这嘛是台积电伫高雄的第一座晶圆厂，嘛请高雄市长陈其迈来。因为全球的半导体的这个先进制程这个晶片的这个需求强劲，提早的半年的时间进机。根据了解，目前台积电在台布局先进制定的部分，包括德科、宝山的2奈米厂。暗算明年的量产，中科是2奈米以下的先进制定，搁伫咧规划。高雄的2奈米厂暗算量产的时间是明年，到时会当形成南北串联，生产全球技术上先进的晶片。外界预计苹果是第一批客户。最上游乃至于到终端的这个需求，应该会持续的慢慢的扩散当中。而从客户端上面来看的话，当然也就包含了像 Apple、NVIDIA、AMD、联发科。这一些的系统以及 IC 设计大厂，对先进制定的晶片，专家认为讲市场的需求真强，但是市场更较关心讲美国准总统川普上任了后，在关税和台湾半导体产业敢会产生变化。台积电前董事长刘德音参加颁奖典礼受访讲，没有变化，不会有什么变化，因为台湾的半导体产业的利益跟美国半导体产业利益基本上是类似的。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做制造，美国的半导体做设计，才造成今天美国半导体产业的领先，其实是互补。针对台积电海外布局，对美厂和日厂工程师有啥物差？刘德音讲，拢有家己的优点缺点，每一个所在都开始拢真困难，但只要继续维持技术领先，抓准 AI 机会，台湾的实力会当搁扩大。记者综合报道。